海外媒体路透社表示，中国解放军有一只空9-3型双级的核动力潜水舰，伫咧执行台海任务的时阵，却伫咧黄海出代志。这船顶头呢有7名军官拢过往。咱的国军表示讲，目前是无相关的资讯通好来证明。有学者认为讲，这台海深度无够，那船出代志附近的国家拢会发现，也认为中共潜水舰伫台海出现的机会有较低。中共军事训练相关区域紧张，共军舰舰也继续进行活动。路透社报道，一只空9-3型双级核动力舰舰执行台海任务伫黄海出代志，造成舰顶7名船员全数罹难。要是这次中共官方媒体无进一步回应外界关切，国军敢是有掌握相关动态？如何去绵密的去掌握台海周边所有的海空域动态，一直是我们国防部非常重视，也是我们很认真在做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在社群媒体上流传的讯息，我对他没有其他的评论。前海军舰长张京伫面册公告，舰舰出意外上浮了后，应该互人看到无平常的现象，也是透过对外发送通信批文。洪大这个破壁，学者也指出，那中共舰舰伫黄海西苏附近的日本南海应该侦测会到，台海深度不足，中共舰舰处理台海可能性偏低。那空9-3型舰舰会当容纳100人，有鱼雷甲反舰导弹，保护战略核舰舰。往南进入东沙一带，或者往南进入南海，其实它的深度就会升上许多，它是适合潜舰作战的。但是台海是在大陆棚，它很多的那个深度是在200公尺甚至100公尺以内。那这种情况，那再加上水下的地形或者是很多的障碍物，它基本上是不适合潜舰作战。除了说可能保护它的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、战略潜舰之外，那另外可能会是往西太平洋进行部署去拒止美军。最近几年，各国舰舰事故，安江町圣欧安号舰舰伫2017年11月15日伫南大西洋海峡巡逻失踪，44名官兵方正式罹难。印尼海军南卡拉号舰舰伫2021年4月2日失踪，搜救了后正式tìm准53名官兵全数罹难。今年10月初2，美国卡内迪克号核动力攻击舰舰伫印太地区潜航，弄到不明物体，好在无人死亡。学者强调，核舰舰发生事故对4个国家拢是大代志。中共舰舰动态有待后续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